約翰福音14至18節，按樣人講到上帝嘅福音，我唔是表現你故事，我一天要看顧你，一天要來看顧你。上帝耶穌基督講是家啲，雖然你世間你本是家親切啊，到時唔撇就係家也愛表是家超過了孤身字樣，上帝唔是表係家，所以是家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家嘅天父，耶穌基督係家救主，是家唔係孤單，是家要神靈家要同在，是家要神靈家要同在，世間你喺度一天是家要得勝，是家要歡喜要快樂。但係呢，因為呢個約翰福音14、16節，耶穌講喺個天父陀，亦就叫你嘅，雖然你遠，跟你同在，咁係咪呢？上帝派嘅山啊，耶穌基督個天父陀神靈下嚟，講下嚟落自己嘅心中，大家同在就遠人，所以自己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。世界唔係單殺，人可以離開，兄弟姊妹可以離開世界，也愛世界，做也愛啥？世界社會可以離開世界，但係講世界要上帝神靈降下半世界，落世界心中，大家同在，大家看待世界嘅路途，世界唔係孤自變咯，上帝錫世界係咪呢？呢個約翰福音14、17，呢度係咪呢？呢就係真理嘅靈。神靈在世間裏的大家同在，落世界心中，當世界亦相信其實呢個世界人社會人相信其實唔分明嘅東西，因為讓你唔相信，你達得唔實嘅，因為呢都係愛用信心嘅，信心相信嘅，世界人分明要神靈在佢嘅心中獨立係，社會人冇相信耶穌基督做救主。當然嘅唔啲要講個神靈落心中獨立，看待世界人嘅唔分明，係講你愛你謙卑，你嚟打開心，打開求信任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神靈降下落你心中，大家同在在世間裏的，變世界唔係單殺，唔係孤自。思想要大家同在，要看顧自家，要照顧自家嘅路途，要看待自家嘅路途，要幫自家歡喜，要幫自家快樂。阿們。